捌一个感恩心的人，会当保守咱的心。我毋知咱每个人每一工，咱拢什么款的一个心情，人讲小虎讲啊，欢欢喜喜，嘛是咧过一工，忧忧愁愁，痛痛苦苦，嘛是咧过一工。啊，你是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过你的每一工呢？但愿咱每一位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咱每一工的心，拢会当因为耶和华来快乐。即使咱的田园未结果子，咱的迄个杨仔槽这个枝条拢无啥物生产，但是咱犹原共款要挖靠咱的主耶稣来快乐，有一个满足的心，更加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今日就是要通过这段经文，咱李老师带领咱所读过的这个路加福音，第这个17章11节到19节，这个所在呢，咱同齐来分享。咱但愿台语堂的两位兄姊妹，咱会当成做一个知影感恩的人。请走去台，我今日迄个投影片 PPT 敢若无呢，无遮请之前帮我来操作一下好，咱拄则有读过这段经文讲到讲耶稣伊要去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路程当中耶稣伊3日半日传道的过程当中，当然加利利、耶路撒冷这个中间来来去去几啊回今日这段经文记载的是耶稣伊往耶路撒冷去，这一届是最后一届伊也备办伊家己，伊也知影时间差不多要为咱世间人成就伊来到地上的这个救恩所以耶稣伊才讲伊去耶路撒冷的这个路途当中伊即届伊行的路这个路程是经过撒玛利亚甲这个加利利的交界讲到交界就是较毋是大都市的所在啦较偏僻的所在啦耶稣伊行到这个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这个边境的这个所在呢这个路程会当看出来耶稣照着传统的这个犹太人行法啦因为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敢若感情无介好我就袂经过恁兜啦，袂经过恁的所在伊就宁愿安尼行较远的安尼拍一轮啦耶稣伊曾经嘛安尼挑工行过撒玛利亚甲一个妇人人有一个安尼交谈但是今日这段路程，耶稣是行迄个传统的这个路，所以行较偏僻的所在呢伊就入到这个一个庄舍有10个太高的啦是毋是叫太高的？大麻风叫太高的这10个生太高的人迎面来耶稣食但是呢，却是安尼远远徛伫迄个所在为什么遮的人着太高的人因会安尼呢要挖耶稣，却是佫毋敢伤挖因为按照这个旧约圣经的记载着太高边的人律法的要求因甲即个有健康的人袂使斗阵袂使生活斗阵，袂使男做伙，因必须要保持距离，不只佫保持距离根据即个利未记13章即个45节甲46节遐个所在有记载讲，既若迄个有着太高病的人呢，伊的衫着爱掠破，家己爱掠破，毋是穿破，家己掠破。掠破呢无当紧家己的头毛弄安尼足蓬松的足安尼垃圾的安尼，足无整齐安尼佫爱家己的喙唇安尼黄起，为虾米？有一寡着太高病的人喙唇会裂开会歹看不止安尼伊喙唇安黄起，佫爱画出来画讲无清气，为虾米？爱有别人知影别人知影。所以呢，伊即个病佫伫即个人的身躯顶的时阵伊就是按照律法来讲，是一个无清气的人，无洁净的人。伊既然无洁净，我拄仔讲，伊不只讲爱甲即健康的人保持一个距离更加因为照着因的规定这个人袂使甲遮个人甲正常人住斗阵，伊爱远远走去外口
然后住喺城内的人走去城外去住喺即个庄社的人，伊爱离开即个村庄啊，袂使甲人住斗阵啊，因就走去山头有什么所在味啊，就有山洞啊，从啥物，所以遮的人啊，因就离开邻近啊，所以呢，耶稣就经过我拄仔讲的即个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就是较一寡较偏僻的所在呢。耶稣拄仔经过的所在啦，因看到耶稣啊，所以因就要来耶稣头前。可能也无法度啥物趁食，所以有人经过的时候会当安怎？会当讨一寡好物嘛所以呢，就找耶稣但是我拄仔讲，照规定因袂当甲人亲近，所以伊才安尼远徛条的，确实个要迎向耶稣去耶稣听到因安尼话讲大声咧话讲，叫耶稣讲叫啥物？叫老师。咱会当知影讲，有当时一寡人去耶稣遐会叫耶稣，叫咱顶下有读过一寡经文，叫安怎？代表的囝啊，还是讲叫你是啥物摩米人，还是讲我拄仔讲的迄个撒玛利亚人，迄个查某人的即个对话当中，讲你即个犹太人，敢若态度无好，对，敢若有一个敌对但是即阵泰国的人叫耶稣是叫老师你若讲伊原文叫做拉比还是讲咱的即个和本叫做夫子老师，耶稣无够老啦，老伤老的就变老夫子香港的一个迄个卡通影片，毋是卡通影片啦，迄个漫画我来讲，即个老师的意思代表啥？咱对每一个人的认白，对伊的即个关系种想要对伊安怎的即种咱人甲人的即个人伦关系咱会当看出来讲，叫出什么款的一个称呼，就代表什么款的关系我拄仔袂礼拜逐个练习我甲慧英姐开讲我讲恁孙恁孙叫伊叫阿嬷嘛，对无我袂使叫伊叫阿嬷，为什么？我毋是因孙啊迄关系就无共款，对毋对？伊甲我讲因孙足欢喜的，因为我迄阵送伊一个迄个拼图的什么鲸鱼的模型啦。伊讲讲爱记得甲牧师谢谢啦。我讲袂记得即件代志，我送伊即个模型。伊个讲我会记的。我都讲咱人叫咪人叫啥物，就代表你甲伊的关系。所以讲，即阵着泰国边的人叫耶稣，毋是叫代表的囝，嘛无对伊态度无好，伊叫老师，代表啥物？对即个老师耶稣有小可尊敬但是伊遮个人无明白耶稣是弥赛亚救主呢。表面讲因真正还佫毋捌耶稣是啥人，但是因画出讲伊的需要啥？伊讲可能我吧，怜悯阮吧，因10个人啦，逐个拢有即个需要怜悯。可能讲是毋是无我10箍啦，还是讲我一个馒头啦，还是啥物还是底下内底有啥物两只鱼还是5块饼不管啦遮个人讲可能我，但是因的内心真正每个人，不只是讲3顿会当饱，我相信遮个人嘛有一天希望身体会当好，会当转去因兜住，对无？甲因的亲戚朋友住斗阵，佫会当去食头路做工课，所以因发出即个可能我、怜悯我，的即个。因心内的即个需要，咱来看耶稣耶稣安怎来回答因遮的人所发出来？耶稣考验因的顺服甲信心为什么？咱来看，耶稣看到因以后就对因讲讲恁去甲身体这书这诗来检查啦耶稣为什么？听到因讲怜悯阮，耶稣确实安尼对因讲，咱会思想耶稣讲的即句话。耶稣讲了，讲恁去互这时检查，即句话几字？咱中文几字？是677字啦不管是几字啦，短一句话啦，敢若一句话。后壁讲啥？讲因伫路中就得到清气马来好有一句话讲上帝话无一句无能力的这句话这个拢是负面的说法，但是是正确的正的这个意义
意思讲，上帝的话每一句拢有能力的。你看耶稣讲这句话有能力无？啥物款的能力？遮着太高边的人安怎？得着清气，啥物意思？变好去啊，对毋对？所以兄弟姊妹，咱对咱的主有啥物款的明白，有啥物款的倚靠，咱相信伊啥物？但是遮个人毋是讲叫耶稣医治因，对毋对？因是敢若讲怜悯我啊，怜悯阮啊。但是耶稣毋是讲来，我甲恁医治，我甲恁抹药啊，我甲恁拍针，还是甲恁手术，拢无啊。讲恁去学这，佫讲我佫袂应该拢讲到这时啊，我拢讲啊无敢确定。这时检查，即句话就带出即个医治的能力。咱来思想耶稣为什么安尼讲？我拄仔讲耶稣要考验因的顺服甲信心啦。啊，因的好，我拄仔讲，遮即句话讲后壁即句话，因伫路中哦，代表啥物？你若照即个和合本来讲啊，因就去互这时查看，就去互这时检查。伊讲因去的时候就好啊。因去的时候，毋是讲去了这时查看煞呢，毋是因采取听了耶稣所讲的话的迄个行动，就是讲哦，耶稣讲你有这时查看，因就安怎？耶稣讲的话因听了哦，因就叫这时，毋是搁定定徛喺迄个所在等耶稣是毋得底下要摕出物件来，包啊牌仔内底要摕出遐物件来，无咧，因就马上有反应。即个反应是照耶稣所讲的话去行去做，带出来结果就是因就得到清气，因就好起来啊，就好起来啊。耶稣我拄仔讲，伊会当去直接甲医治好，为啥叫因去互祭司查看？啊，遮个人伊为虾米因有即款的行动？哦，因就去互祭司查看。即句话虽然我拄仔佫回到，即句话虽然诚短，但是咱好啊思想一寡代志的关键呐，关键才是重点。有当时啊，咱看啊，拄啊，咱主任甲咱讲，你就 pass 过啊。我拄仔佫叫伊佫转来，咱佫想看觅，即句话内底有啥物款的物件？装着啥物款的真理在当中？兄弟姊妹，圣经有人写，咱已经熟悉的啊，每一年读一遍，读几啊10遍去啊，也是讲你无讲解释，但是你嘛听者啊。今日要讲这段经文，可能你嘛知影牧师要讲啥物啊？要叫咱讲啥？咱拄仔一开始结论就已经甲咱讲啊。但咱思想，咱的信仰到底会当真正得到上帝要互咱的福气无？咱有按照上帝伊的旨意，咱来行来听的时阵，咱会当得到上帝要互咱的福气。我都讲遮即个10个着太过边的人，耶稣讲恁去互祭司查看，敢逐个拢安尼落去互祭司查看，要创啥物？有人会问讲，要创啥物？为啥物叫我去互祭司查看？咱若是爱反应是毋是安尼？咱逐个做爸母的人。咱较早找囡仔的时阵，咱的囡仔逐个可能个性无共款。啊，有你会甲即个囡仔讲，迄个囡仔无讲啥，伊就照你讲去做。有的囡仔会甲咱无爱听对无？有的囡仔会讲，为虾米要叫我，无爱叫伊，还是为虾米要叫我去甲做啥代志？是毋是种种的情形反应拢会无共款，对无？因为每个人反应无共款，得到就无共款。所以遮个人，耶稣叫祭司查看。敢遮尔啊简单，逐个都叫祭司查看。因讲耶稣你拢无法实际物件，空喙无指，带着2串胶去人兜按人铃，我无带礼物来2串胶安尼，人无爱甲你开门，开门佫甲你关门，无互你入来。兄弟姊妹，遮着太高边的人，耶稣无好实际物件，叫去祭司查看。遮人有人是啊，心情较歹的，讲。佫家咧骂骂的，无可能呢，对毋对？有当时啊，咱讲啊，咱有怜悯人的心啦，啊，经过路的看一寡吼，啊，一寡较有需要的人吼，咱就去甲伊帮助啥物吼，有怜悯心嘛。我会记得一摆啊，
请阮兜的人去食一顿暗顿啊，我想讲请厝的人食顿暗顿，开过千2、3千块，迄顿敢若2、3千块啊。行出来的人啊，嘛行出来的时阵啊，一个人哦，规个行人道，规个拍的，真正拍的哦，毋是拍我啦，伊就是直拍伫迄个所在。拢有咧发可怜我啦，可怜我。我拄仔出迄个餐厅啦，我是讲哇，无伊嘛歹势啦吼，就钱甲伊等落以后，我起来讲，我爸爸你安尼钱来等落，阮咧要走啊，但是阮囝仔讲，回头去注意看迄个人的反应是啥物。结果去甲伊观察迄个人咧，后来伊佫算偌济钱，佫安尼算钱算啊，规个落地竟然白个行走呢。这种代志，大家有听过捌拄着无？有当时我是讲经过一寡所在，到底迄个人面心是要表现出来，无表现出来安尼吼？你迄忠孝东路四段安尼，迄种所在安尼，吼。有当时咱因为安尼，有当时咱人面的心会收起来，吼。这个是题外话啦，吼。所以我拄仔讲，遮个人因愿意听耶稣的话，真正是无简单啦，吼。所以因安尼采取行动，因安尼要去祭司看，身体就好啊，身躯就好起啊。结果咱来看结果，其中有一个看到家己的病已经好啊，咱拄仔讲有几个人？10个啊，但是敢若一个哦，吼，就倒转来大声讹罗耶稣呢，讹罗耶稣讲上帝啦，毋是叫伊去祭司看对无？伊根本就无去甲祭司遐呢，但看到伊身体好啊，伊就安怎？其他的9个人继续去要想要祭司看，伊就转来啊，去互祭司看，会啥物款的结果呢？因为得太高病的人啊，照即个律法的规定啊。如果你身体好啊，你就爱叫祭司检查，肯定讲你确确实实好啊，安尼你会当转去恁兜去啊，洗身躯爱佫献祭哦，才会当转去哦。所以即个人伊无讲去互祭司检查，通过迄个程序呢过程无呢，伊就转来感谢耶稣，安尼伊嘛无法度佫转去恁兜哦，对毋对？但是其他9个人会当走去祭司遐，拢好诶时阵，又真正真欢喜转去恁兜去啊。伊就转来耶稣的骹前，拍咧耶稣的骹前咧，甲伊感谢，甲耶稣感谢。即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啊，毋是犹太人啊。其他9个人检测就是犹太人。即犹太人对即个律法是更加即个安尼有研究，佫去想要去照律法去行的即个上帝的即个子民。撒玛利亚是犹太人讲啥，伊这是啥人偷懒的，但是却是这10个人拢得到好，干那这个撒玛利亚人有转来耶稣这个所在来感谢耶稣，毋是干那嘴讲感谢谢谢耶稣一句，两句就走啊，是跪咧耶稣的骹前来感恩呐，吼，国语叫做服服啦。是这尔感恩的心嘛，感谢耶稣甲伊医治啊，叫连连安尼你甲伊说多谢。所以这段经文的思想，上帝恩典是互啥物人？互啥物款人？所有的人，毋是独犹太人。上帝恩典是互每一个人的。咱这段经文，咱来继续思想。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啥物款的人？耶稣通过这段经文继续咱来看。耶稣讲：得到清气的人，敢毋是10个人拢得到医好啊呢？遐9个拢离台落去走去台啊！耶稣嘛无叫因转来，无毋对啦吼。但是有感恩的人才知影转来嘛，无感恩的人就去啊，走啊。有当时咱的生活当中有当时咱对人好有的人真正足感恩的敢讲国语讲你敢若互一滴水一杯水转来甲你报答足济，对毋对？
有人你对伊诚好，足济，但是啥物拢无。咱毋是讲一定爱伊安尼甲咱回报，但是讲人甲人互相有人时是无共款的反应。啊，耶稣就问即个人讲：啊，你毋是10个人拢好啊？啊，哪会干那你转来？哦，假讲啊，即个外族的人啊，除了伊以外，无别个人转来感谢耶稣啊。耶稣最后安怎讲？甲即个人讲啊，起来转去吼，你的信心救你啊！哦，你的信心救你。所以我拄仔讲，真真正正会当得到上帝真正即个恩典所谓的即个得救。即个得救有即个外在咱的肉体，嘛有内在内在即个心灵。即9个人，耶稣有甲医治好，对毋对？但是迄是外表尔，身躯尔，因无真正得救。敢若即个转来的人，因为知影感恩，所以伊不止外表的即个太高病治好了，伊耶稣互伊一个应允，讲：哇，起来转去，你的信心救你，你的信心救你，所以呢，咱今日来思想这段经文短短啊，这个故事，因为咱今日有主餐，我学习第一礼拜莫讲伤久啊，兄弟姊妹。有阵时人来教会啦，也是来找耶稣啊。讲啊，你拄着啥物困难呐？咱基督徒有爱心去来关怀啊，爱来教会讲真好真好，祈祷爱着相信啊，伊也有一个感恩啊。但是呢，后来伊无代志解决啦，伊就无过来啊。我昨昏参加迄退休会啊，互人知啊，就即个来甲去的当中安尼10点钟伫车顶甲司机安尼交陪啊。讲到咱教会有一对翁仔某啊，因为翁婿啊，一般是姊妹较热心，但是迄对翁仔某是翁婿较热心嘛，讲到讲因太太即马渐渐拢无啥爱来教会，讲甚至啊，兄弟姊妹敲电话去因兜去甲伊挂电话啦，就讲到讲即个姊妹，迄姊妹我也捌你10多年啊讲即马哪会变安尼啦，伊讲到一句关键，迄个姊妹。讲，祈祷拢无效，祈祷拢无效，所以呢，信耶稣要创啥？祈祷拢无效啊，无定外口别种信仰较灵舍对无？拜拢有效啊。伊讲不止袂来，咱去来关心，搁甲你挂电话。原因是因为伊认为祈祷拢无效。意思是讲，耶稣拢无听伊的祈祷。兄弟姊妹，咱的信仰到底，咱的所有需要甲耶稣讲，耶稣拢答应你，迄才是听你，才是爱你，才是真正是上帝值得你去来敬拜吗？咱的信仰如果是即款的明白，检查咱真正是无进入即个信仰。真可惜，即个姊妹，伊。竟然安尼一路行到尾啊，即马是即个情形，非常的可惜。我嘛感觉毋知要安怎甲伊有接受非常的无彩。毋茫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如果耶稣安尼无医治即10个太高的人，耶稣就无值得咱去甲伊敬拜嘛。所以咱今日通过即段经文，咱要来思想啥物？思想到咱爱有信心。对咱的上帝爱有信心，对咱的主爱有信心。除了信心以外，搁爱一粒什么心？甘心，爱有感恩的心，爱有感恩的心。今日这个真理2点，甲大家分享。第一点就讲上帝伊无偏待人，我拄仔讲，毋是讲伊干伊治犹太人爱犹太人对无？伊啥物人拢爱啊，啥物人拢愿意医治啊。这个撒玛利亚人嘛是得到医治啊。所以上帝恩典是互每一个人，不管你啥物款的人，毋是因为你有钱，无是因为是你有学问无学问，毋是因为你个性安怎，毋是因为你领导的背景啥物，只要你有迄粒心，你对主有信心，第二呢，今日的真理甲咱讲啥物？讲
一个真真正正得救的人，应当有的特质，我拄仔讲信心以外，佮第二就是啥物？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我拄仔上头有讲过，既然用感恩的心做这，这个人就是荣光主的人。有当时咱对主做真侪服侍，遐个代志无定着一元都无价值。你看迄个一个奉献两个，真啊，小钱的迄个富人人对无？甲一个财主奉献足侪的人，耶稣咧迄个会堂，你看迄奉献的时阵，对即两个无共款的奉献，毋是照迄个金额的多甲少，去甲伊肯定呢？耶稣肯定的是啥物？是迄个无偌济钱，敢若2仙钱的人对无？却是对迄个安尼钱一大把安尼压落去，轻轻锵锵安尼，大家拢有听的人，耶稣对伊嘛无感觉啥物啊。所以毋是你做啥物，耶稣甲你讲啊，你这人安怎安怎。耶稣是看咱人的内心，敢若撒母耳记讲的，是看你的内心。你的内心对上帝有信心无？你对上帝有甘心无？所以今日这段故事要甲咱讲就是这。啊，有一本迄个作者研究这段经文，替这9个人找理由啦，大家听看觅。这9个人为啥无转来找耶稣？无甲伊感谢，一路就走倒去啊，走去倒去啊？安尼我读互大家小听一下有啥。第一个人你弄真紧好来。第一个人的理由是啥物？这个还搁咧等讲是毋是真真正正好起来，对毋对？有当时咱医治大会咱华人大家无参加，一寡教会你有用医治大会啦，迄天马上医治，讲好啊，肠底较好啊，啥物病好啊，搁无偌久安怎？病搁共款照原啊。这个人可能是安尼伊讲我皮肤好啊，喙拢离开即马嘛拢合起啊。但是伊毋知影讲明仔载下暗困一暝，明仔载起来毋知啥物，伊咧等看是毋是真正好啊？可能时间去甲证明啊。第二人找啥物理由，所以无转来找耶稣感谢。第二人讲，伊搁咧应证啊，看即个好，伊确实好啊，但是讲会当维持偌久。我迄阵着病4年前后来1年后咱教会咧会计陈妈妈无来啦，有来因查某囝讲牧师，你爱为主做见证，紧讲大家爱紧共讲我病好啊。我讲要为主做见证，毋是讲安尼一直讲啥，我迄阵嘛有即种挣扎呢。万一我讲我明仔载搁去回诊也先讲你搁复活安尼我这见证到底是见证还毋是见证？但每一工我存了感恩的心，求主保守我、带领我，你内底有平安经过安尼4年我前2礼拜咱的迄个音乐会内底，我嘛足自然的讲啦我昨昏退休会嘛甲因遐少年讲，毋是因为病好感谢上帝，病无好就无感谢上帝。病无好你嘛爱感谢上帝，对无？病好当然来大感谢上帝。第三个人无转来是啥物款理由？伊讲伊等一下转来看是啦我去处理一件代志，我先去剃一下头毛者，看一下喙鬚者，对无？买一下新衫者，买一下新鞋者，是毋是安尼？创好势再来转来感谢耶稣。最后敢有转来？嘛无定着有转来第4个人的理由是啥物？伊竟然讲认定讲伊根本就毋捌着过即个病有即款人嘛无？敢有拄着即款人？我有拄过呢。伊毋承认伊曾经发生的代志，伊做过的代志。过来第5个人，伊安怎讲？伊讲早晚伊会好啦。伊阁无认为讲伊已经好明明就好但是伊就想无好，应该无好这是表面的表象过来第6个伊竟然甲荣光互啥人？
迄2字我毋敢念，大概可惊念着。祭司哦，伊无归因光互主耶稣呢，他因光互迄个祭司。啊，第7个讲安怎？耶稣也无做啥物，确实耶稣嘛无做啥物，耶稣做啥物？拄则咱拄仔讲的，耶稣做啥物？刚讲一句话尔，对无？讲你有去互祭司查看检查。耶稣你也做啥？你也无对我创啥物啊？我要感谢你啥？兄弟姊妹，有阵时咱对耶稣讲，耶稣，我逐个月嘛爱逐工出门去趁食才有3顿啊！啊，你也无讲使我食、使我穿啊、使我欠一免行啊！遐早信耶稣的人，去长老教会，常常即款笑话啊，讲迄无信耶稣的人笑你信耶稣是你信啥？啊，你信，你逐工嘛爱啊出去哦，财源有米加醋茶吼，迄所谓一切需要嘛爱靠你家己啊！啊，讲逐工去教会，去教会，哦，祈祷，学了，安尼你就天顶就满头落落啊！我昨早起是食饭团啦吼。耶稣你无做啥物啊？我信耶稣，最后我干嘛爱顾家己啊？敢是安尼？兄弟姊妹，好啊，思想者，敢是安尼？我讲顶摆讲咱的音乐会，吼，我讲过，咱顶礼拜阁讲过。如果啊，咱那种所有备办好势，耶稣。上帝伫迄天就甲你落一个大雨落安尼，叫做啥物？国语做啥？拢泡汤啊，拢免用啊，拢免做啊，对毋对？但是咱的主无安尼对待咱啦，哦，前后拢落雨对无？隔礼拜嘛拢咧定咧落雨，就是迄天下晡安怎？我讲伊个来开玩笑哦，1点个来落面门啊吼，我迄阵还阁行一条，那边落来要安怎？但是。迄天上帝恩典咱啊，遮尔啊顺时，敢咱要努力做成诶？毋是呢。所以我今日要为什么甲大家今日要分享即段经文？我即两礼拜，我心中每一天充满感恩。但是啊，我思想个讲啊，伊个伊利亚哦，遮尔啊大发热心啊，为主你安尼，你甲迄个拜偶像诶一寡迄个人你对阵诶时阵啊。哦，足成功的对毋对？伊赢对毋对？过长工安怎？迄个伊利亚安怎？走路诶，我嘛惊哦，走路呢。所以咱会考验落来啊呢，因为咱即马12个讲要去家己，无遮顺势啊呢。咱连教会即个预算嘛无一定会当照咱原来讲的，我下晡2点要去开会呢，吼。二叔，我讲甲3份资料拍出互伊，二叔一看讲，哇，哪会遮麻烦啊？哇呢，要申请一个费用安尼，遮尔啊侪物件爱去用啊。不只是这啊，阁有其他的代志啊。所以兄弟姊妹，真侪代志吼，毋是耶稣无做啥物，耶稣其实做真侪呢。吼，即个韩国吼有漫画，有一个世界漫画，我看过一个漫画。讲迄个人甲迄个漫画话讲哦，迄个人甲上帝祈讲，伊拄着一寡真侪苦难，受着啥物安尼攻击啊！伊甲上帝讲啊，帮助我、保护我啦安尼啊！迄个漫画话讲吼，迄个伊跪喺迄个所在甲上帝祈祷。第二个图就讲，上帝听伊祈祷，帮助伊哦，帮助伊呢，结果呢，画一个。耶稣足大身的耶稣，迄个人足细身的吼，石头伊安尼弹过来时阵呢，耶稣吼你动石头啊，但是耶稣安尼敢若十字架安尼共我舔开，嘛有空芳对无？后来石头嘛是会通过，然后去弹着迄个人啊，伊嘛阁共阮伤痕累累，就开始阁怨叹讲上帝啊，你拢无保守我，拢无看过我，我甲伊祈祷完，共我安尼受伤安尼遮尔啊济啊，石头大细仔甲伊甲我弹过来。结果第4个耶稣讲：你看我的身躯，我帮你动石头，即粒遮大粒啊，动喺我的身躯呢，嘛是耶稣为你流血呢。迄个4个故事要甲咱讲啥？真侪代志咱毋知影，耶稣已经为咱成就啊。咱搁继续看。第8个即个人讲啊，每一个老师吼，拉比啦。拢会做即款代志啊，拢会安尼做啊。耶稣你是介其中一个，无啥物特别啊。所以嘛无一定讲爱感谢你，
尤其阮拄仔讲，耶稣甲咱讲，啊，你个坐死查看，大家嘛晓讲，你晓讲无兄弟？小我一个，你晓讲无？会晓讲啊！你个这叫去台大挂号就好啊！你我甲帮你，我无法医治你啊！啊，总有一个你嘛晓讲嘛，讲啊，你这边你啊嘛啊，长庚挂号，挂倒一个，大家拢会晓讲啊，对无？耶稣你安尼讲，大家嘛晓讲，所以为什么我感谢耶稣？啊，第九个，找啥物理由？伊讲啊，其实哦，我的病哦，你这进前安怎？我差不多要好啊，你啊，就免食药啊，免看医生，啊，看医生搁挂号费，即马搁足贵的500几块咧吼，一级医院。啊，拢差不多免去，我嘛会好啊。我毋知兄弟姊妹，咱的生活当中，当咱有啥物需要甲上帝祈祷恳求的时阵，有当时啊，咱后来代志解决啦，咱是感觉讲啊，这拢我家己的努力啦。啊，咱的主嘛无帮我掌握啥物代志的偌济啊。即九个人无转来。解经的这个作者找这九个理由帮因安怎？帮因找理由啦。或者有当时啊，咱对一寡代志的反应，咱会找理由啊袂？啊是咱常常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吼，来感谢咱的主。所以咱今日通过这段经文，应该是无啊啦吼。好。提醒，来提醒，拄爱迄个最后，做一个啥物款的人，咱来做一个啥物款人？知影感恩的人，才是一个真真正正会当得到上帝福气的人。啊，佫有无？如果你就应该无啊，好，今日咱就讲到这，咱来思想者，兄弟姊妹，你现主时，你的生活，你的日子。你的工课、你的人际关系、你的身体健康的部分的问题，种种的需要，你现主时感觉讲啊，感谢主，我即摆情形是安尼，也是开始怨叹主。讲到这，我搁加讲一个啦吼，因为11点尔，旧约一个叫乃曼将军，敢毋是？伊嘛得了啥物病？甲这一模一样的病。伊是将军呢，大将军呢，伊嘛是想办法去找医生呢，敢若我去医生，有当时啊挂号，有当时啊有人吼，哪会安尼哭，啊讲两句探头者伊就入去啊，迄种可能是敢若乃曼共款吼，甲医生有安怎？有交情的款吼，免点啊叮咚1号、2号、3号等到40号，等2-3点钟，伊就哭就入去啊。但是乃曼吼，伊虽然大将军并嘛是袂好，后来有一个小女子因兜的即个婢女甲伊讲，听讲阮故乡有一个先知吼，有真大的能力哦，会当医治你、帮助你。伊一开始无爱相信，对毋对？无爱听，对毋对？讲，这小女子安尼甲伊苦劝伊的主人啦，乃曼将军后来伊讲啊，免讲啊，因为袂好，啊无试看卖嘛吼。啊，结果得到的结果啦。是，伊无去拄着先知呢，是先知的仆人交代伊的仆人讲，你甲即个乃曼讲讲你去约旦河洗身躯洗7摆，7摆啦有一条歌叫忠孝东路走9遍伊是这个约旦河啊上下呢7遍安尼乃曼将军将军听了反应是啥物？转上去呢？虾米？我是将军呢，去约旦河，你阁无先去当面来甲我讲，甲我看者，上无就甲我把脉者，拢无，啥物拢无呢？啊，就安尼空中抓药哟，竟然讲叫伊去洗约旦河，这足简单啊！我毋是讲每一工啊身躯流汗足济，安尼我去身躯洗清气。清爽，毋是呢，我是太高边呢。伊一开始是听袂入去啊，佫有小可生气。但是经过即个上帝所使用的即个伊的思路安尼甲伊苦劝，伊厝的边的人来苦劝，伊就听入去啊，甲遮着太高边的人共款，就听入去啊。结果1遍、2遍、3遍，
如果你是乃曼，敢会相信啊继续搁洗7遍呢，还是洗到第6遍你放弃呢？有人可能会安尼哦，敢咧医病共款。较早吼感冒吼，有阵时吼看医生，医生讲咧你几工才搁来？有阵时我去一届就袂搁去啊，因为嘛无一定你的药啊，敢若我拄仔讲迄9个理由其中共个足侪理由共款啊。我免去看嘛会好啊，加啉水加困嘛会好啊。嘛毋是医生外交，讲实在有阵时医生也真无外交啦吼。医生敢真正讲知影你的镜头，伊就照伊的迄个学理安尼甲你开药啊。有阵时吼讲实在迄药啊，有阵时是食心理安慰啊。但是我拄仔讲乃曼最后伊是得着好呢，啊乃曼得着好，就亲像即个撒玛利亚共款，乃曼嘛共款是外邦人啊，伊就带着礼物啊来感谢先知啊。哦，这题外话加讲几样分钟啦吼。所以咱同齐来祈祷，愿主使咱对伊有10分的信心，有10分的感恩。叫咱每一天的生活，不管伫什么款的情况当中，咱拢会当欢喜快乐，咱拢会当心灵满足。咱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今日通过这段故事，互阮会当有这款的心，会当来倚靠你。愿主，你互阮第一堂的兄弟姊妹，每一天拢用信心来跟对你的脚脚，用感恩来回报主你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所做的一切的祝福。但愿阮会当诚做有感恩心的人，来学罗主你的圣名，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